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，互你做参考。解文说字，看到这囡仔主演咧搬戏，真正关金义感觉。对这个古早戏文，有时咱是会当看出现实的人生，因为同一出戏足侪站头，即句站头，下暗新闻的郑家豪主播枪在伫新闻中间有讲起，意思就是讲一格一格的戏出来。这就爱传统艺术有咧研究，像家豪兄即种的，较会讲出即句站头。同一出戏的站头，你讲三国内底有周朝杀二匹车，嘛有迄个关公保守过五关，无共戏团咧搬拢无共啦。像我捌听念歌的杨秀卿老师念一站黄河楼，讲周瑜写批邀请刘备，找人请伊过江食酒。孔明看到即张批，甲刘备讲：“你做你去都毋免惊。”刘备讲：“我足惊的哦，讲遮尔好咧都无稳当。即个周瑜是鬼毋是人啊！”换孔明甲劝呢，甲解劝安那？讲吼，先生绝对甲你劝讲主公，你毋免心头惊吓，因为吼，你做你甲行。刘备就讲啊，讲主公啊，去互先生强逼过府啦。我吼是真惧怕伊周瑜啦，如此好礼是无好事啦，袂赢咱就先上书，如此好礼无好事，袂赢咱就先上书。讲到遮，观众朋友你嘛起爱笑，但即句你浅想嘛知影讲，哪有可能三国时代刘备会安尼讲？因为袂赢咱就先上书即句话是正河洛人台湾俗语啊，是细汉的时阵，你的老爸、你的老母咧讲互你听。另外，阁有别句咧，讲安那，讲学做一长腿，就留三笑后；讲学做好天，就接后来娘；讲学做剪布，就爱剪较亮咧。风台天，即摆嘛共款，袂赢，咱就爱先上书。所以吼，同一个三国的出头，个人拢嘛偏无相共。另外，我阁捌听，有一个国宝级的念歌的艺术家，咱电视咧看迄综艺节目，啥物玉玲珑，迄就是模仿伊的，就是陈美珠甲伊的师姐陈宝贵。美珠伊啊，伊嘛捌念一站三国。伊讲是伊先生啊，伊的头家啊，伊的师傅马吹即个念歌的前辈教伊念的。迄歌句安那编呢？编讲吼，周先相，周朝得挟天子令诸侯，人拢称呼伊周先相啊。周先相对官府是上买金落买银，3日一宵宴，5日一大宴，就是要保守要互关公的心甲收买，连箭炮都送伊身呢。结果官府真正箭炮。新的甲穿内底，旧的箭炮甲穿外口，周朝就甲笑安尼。讲世间哪有人讲甲亲像牛，大家嘛要甲旧衫穿伫咧内底，新衫穿出来外口。换官府甲答讲吼，丞相请你听我禀，迎新弃旧是小人。即句迎新弃旧，这台湾话固有的成语。那华语中文是讲虚新压旧，咱台湾话特殊有的。讲迎新弃旧是小人，我将旧袍穿顶面，大哥送我的旧袍我穿顶面，就是代念大哥的旧音。所以国情安尼讲，共款这戏文无共人咧编，就编无共。即个角头，即个站头，三国演义都贯中拢无写着。现代戏出，现代人心偏，就是要感动现实咧看戏，大卡才会人客，要打动着因的人生观。你讲看有影无？关金义感觉。搬戏来讲人生，